而曲德寺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城内，建于1385年，位于斜格尔金刚山山上，寺庙依山而筑，斜格尔金刚山形如杜姆加夫姿态。该寺现有僧人35名，其独特的墙体系采用石块与土坯砌筑，经过4次不同规模的复修扩建，曲德寺的面貌越加吸引着游客。相传建寺之前在山上有一修行洞，邦洛追登野大师和他儿子在洞中修炼时预言，在此山上将会有个讲经院。到了罗达斯图曲树仁钦时期，山顶修建了宗政府和一座10轮小庙。当强兹义师和扎巴坚赞义师在洞中修炼期间，他们先后鼓动罗达在山上修建一座寺庙。于是1385年，罗达修建了斜格尔曲德寺。曲德寺建造后不断扩大建筑规模，兴盛时期僧人曾有100多名，各种教派共存一寺，和睦相处。萨迦教派、夏鲁教派、格鲁教派各拥有7个杂仓，寺院有15个殿堂，主供佛为9米高的释迦牟尼镀金佛像。1645年，在五世达赖喇嘛执政期间，该寺统一信奉格鲁教派。该寺先后任了28位堪布，后又划归为拉萨色拉寺的下属寺，授权管理色拉寺在这里的领地，代理收租、派役等事宜。曲德寺印制的藏经曾闻名后藏，该寺现保存有较珍贵的文物100多件，其中手印经、经版、唐卡、斜格尔志、绸缎、佛像、法器等文物，对历史考证、科研都具有较高的价值。当地每年都会举行一次赛马会，赛马会是当地村民在每年农忙过后自发进行的一种为期7天的庆祝活动。抖音。